大家知唔知道今日點解梁國書唔喺直播室度出現呢？因為佢同新聞部一班同事喺 Birmingham 度參加羽毛球比賽，佢哋仲攞咗 D 組，即係初級組嘅冠軍添。KTSF 26台羽毛球賽今日開打，喺 Birmingham Bay Badminton 中心茫茫球海，終於揾到梁國書。佢同參加者林子謙嘅搭檔，睇嚟默契唔錯，呢一球殺波成功取分。不過呢一球就判斷錯誤，兩個人仲差啲撞埋一齊。國書搖晒頭話唔滿意，唔緊要啦，再接再厲。協辦單位表示，最遠嘅參加者嚟自沙加緬度，最細嘅參加者只有7歲，老當益壯嘅更加有超過60幾歲，係全民社區活動。見到好多新面孔，見到好多從來冇打過比賽嘅朋友嚟參與，其實呢個係非常非常之 positive 嘅一個結果。見到細路仔同埋啲年紀大啲嘅咁樣個個都打埋一齊嘅話咧，都其實幾好玩嘅。本台記者梁秋玉亦都到場舒展筋骨。平時就是缺乏鍛鍊了，不過這個活動就是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激發我們想鍛鍊的那個精神。所以那個輸贏不是那麼重要，對不對？輸贏不是重在參與，因為真的是看到原來灣區有這麼多的高手。比賽期間更加進行抽獎，賽程一直到下晝先結束。參賽者獲得包括獎牌同埋全新羽毛球拍等嘅豐富獎品。本台未來將會特此製作特別節目，送上更多救波殺波嘅精彩片段，同講講到底誰勝誰負。26台記者卓家仁報道。